有新增的播放清单了。你看那个网络资源探索显示没有影片，但是刚刚有按，你看这个观看记录影片缩图右下方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第二类点按下去，然后勾选，刚刚有勾选最上面那个网络资源探索，然后来第二个。各位现在好，欢迎回到蓝。到那个观看记录这边比较快哦，来，影片缩图右下角3个点按一下，然后来歌唱的影片歌曲也是这样操作哦，盗歌也是可以这样参考，能一些那个流行歌曲的加入那个，你看有没有这个？现在最下面那一项盗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昨天晚上做的。你看刚刚有勾选了最上面那个这个网络资源探索，然后按完成，就是这样。